職嘅第一步係撰寫一份優秀嘅履歷。好嘅履歷應該包含5個關鍵要點。個人資料喺履歷嘅開首應該清晰咁提供基本嘅個人資料，包括中英文姓名以及聯絡方式，例如電話號碼同電子郵件地址。自我介紹用大約2至3句話簡單扼要介紹自己，展述工作經驗、個人技能或者事業發展目標。教育背景清晰列出學位全名、院校名稱及修讀同畢業日期。如果學業成績優異，例如1級榮譽畢業或者 GPA 較高，應該喺履歷中列出。工作經驗，應屆大學畢業生即使冇全職工作經驗，都可以列出同申請職位相關嘅兼職或者實習經驗。技能可以分為硬技能同軟技能。硬技能嘅例子包括數據分析工具嘅使用、外語能力、編程語言等。軟技能則指人際溝通、解決問題等能力。撰寫履歷時，排版同格式應該保持一致，主體內容最好使用白底黑字，全文選用一致嘅字體，內文採用 Microsoft Word 11至12大小嘅字體。遞交履歷前，應自行校對2至3次。每一份工作都應該度身定製履歷，而唔係一稿多投。履歷嘅長度通常係1頁，唔超過2頁。此外，避免過度透露個人身份信息，例如身份證號碼。填寫期望薪金時，應事先了解行業情況，唔應該提出過高要求。對於應屆大學畢業生，建議採用功能型履歷格式。呢種格式強調求職者嘅技能同個人成就，將比較亮眼嘅部分放喺前面，適合剛畢業或者畢業冇耐嘅求職者，或者有工作空窗期嘅求職者。好嘅履歷能夠為你帶嚟心儀工作嘅面試機會。跟住落嚟嘅關鍵一步係如何準備面試。出席面試前，應該先了解僱主或者公司嘅背景同行業資訊。面試當日嘅衣着要大方得體。出發前應該預先確定面試地點嘅交通路線。面試嘅第一個環節通常係1分鐘至3分鐘嘅自我介紹，可以先以一句簡單嘅問候語開始，例如感謝面試機會，然後依次介紹自己嘅姓名、學歷、工作經驗及現況，例如目前喺邊一間公司工作，跟住提及專長，例如人際溝通能力，最後用一句感謝嘅話結束自我介紹。面試嘅主要模式包括個人面試，可以向面試官提及履歷中冇嘅內容或者技能，並且討論點樣為公司作出貢獻。小組面試，考驗溝通能力同團隊合作精神，可能涉及討論或者辯論開放式問題、兩難問題、案例分析等。除咗主動發言，亦都需要仔細聆聽其他求職者嘅回答，適當回應表示同意或者反對意見。視像面試，需要注意揾一個安靜嘅地方進行。面試開始前，確保網絡流暢，保持良好坐姿及確保衣着得體。喺面試嘅尾段，可以適當咁向面試官提問，以表達對職位或者公司嘅興趣。但係如果之前已提及相關內容，唔好重複提問，亦都唔應該主動問及薪金，以免留下唔好嘅印象。面試結束後，除咗等待面試結果，仲有2件事要注意。第一，無論面試結果點樣，每一次嘅面試經驗都好重要，可以將面試經歷記錄落嚟，睇下下次點樣改進。第二，可以準備一封感謝電郵，感謝面試官抽空進行面試。記住，機會永遠留俾有準備嘅人。掌握撰寫履歷同面試嘅要點，一定可以令你喺求職路上如虎添翼，盡早覓得理想工作。